我哋今日好開心啦！你能夠喺百忙之中咧，能夠抽空，咁啊，我哋第一次咧嘅拍短視頻啦，你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下你自己啊？其實我就喺2023年啦，咁就得到阿 Jack 哥啦同埋 Carmen 姐嘅邀請咧，就加入咗 JIG 家族辦公室，計下都差唔多3年嘅時間。咁我之前其實就喺環球7間都比較大嘅資產公司嗰度做過啦，咁啊包括咗美資嘅富蘭克林頓寶頓啦，咁法資嘅法興啦。咁亦都係荷蘭銀行啊、Fortis 啊，同埋廣為人知嘅匯豐。咁所以當其時咧，其實我喺匯豐嘅財富管理亦都係屬於廣東話裏邊嘅代言人。咁我最後一間嘅資產管理公司咧，就係霸凌嘅資產管理公司。咁佢涉獵嘅投資嘅項目其實都比較多嘅，有1級市場，亦都有2級市場。咁之後我亦都係曾經幫過我阿哥啦，咁就係做開一啲移民啊、留學裏邊嘅情況啦嘅一啲業務。咁啊，2023年就加入咗 JIG 家族辦公室。咁而家就專注係為一啲企業主去提供出海嘅方案，咁亦都係提供一啲教育嘅方案。Emma 啊，咁你都做開嗰啲嘅投資嘅移民啦、企業出海啦，可唔可以簡單同我哋講下點解啲企業主要出海呢？呢幾年其實個變化都好大。咁由我最初啱啱加入23年，就係疫情通咗關之後咧，有好多嘅企業主咧，之前幾年都落唔到嚟香港，同埋亦都做唔到任何裏邊嘅投資，就突然之間就全部攆晒嚟啦。咁所以咧喺個剛需嘅話咧，其實係多咗好多。咁但係之後24年、25年同26年咧，國際個環境咧係變化得好大，國內嘅營商環境其實亦都係充滿咗好多嘅挑戰。咁我哋見到就好多企業主，無論係為生存、為增長，亦都係為咗隔離嘅話咧，都紛紛就係想打入外國呢邊嘅市場。咁老實講句啦，打入外國市場裏邊第一個台階喺邊度咧？唔一定係香港。亦對上嗰3年，其實粗略估計，我見咗超過2500個企業主。舊年啦，有陣時企業主未必一定係可以落到嚟香港嘅。咁我哋自己亦都係團隊嘅邀請啦。咁我去咗差唔多成20個城市，包括咗就係內蒙啦，遠至內蒙、鄂爾多斯、呼和浩特啦、北京啦、重慶啦、成都啦、上海啦、義烏啦、寧波啦、昆明啦，其實好多嘅城市都有走訪過。咁我都發現咗一樣嘢，就係唔同嘅省份、唔同嘅城市，可能佢哋自己嘅業務有啲唔同。咁但係整體嘅方向都係一樣，希望可以分散到佢哋自己嘅投資風險。佢哋嘅業務風險，咁亦都希望咧就係揾緊2代裏邊嘅教育有冇一個出口俾佢哋咯，亦都好感恩可以幫助得到佢哋。嗱，你跑咗喺20幾個嘅省市啦，聽聞咧國內咧就都好多嘅家族辦公室，點解佢哋要選擇香港咧？可唔可以幫我哋分享下咧兩者嘅唔同啊？先講下其實家族辦公室我哋自己係做啲咩啦？咁其實我哋最簡單嘅啦，幫企業主去解決2個最大嘅痛點。咁第一個就係隔離啦，第二個咧就係傳承。一段時間跑國內都接觸好多國內嘅家族辦公室，咁亦都有好多唔少國內家族辦公室會同我哋係想有個合作嘅模式喺度。咁但係始終我哋自己發覺咧，就係隔離最好嘅地方，咁始終係你有個海外市場咧，會比較方便啲。咁同埋就係喺香港係受到香港嘅法例去保護。而香港嘅法例，無論係金融法定係商業法咧，其實都係可以保障得到投資者同埋營商嘅老闆們嘅。咁同埋咧，就係始終香港係全球金融市場頭3名啦。咁所以我哋可以提供嘅產品服務，亦都係相對地比國內係多元化咗啲嘅。咁啊，加上啦，我哋頭先有講過啦，企業主其實2個最大嘅痛點係隔離傳承，傳承亦都牽涉咗咧，就係點樣去將佢哋嘅資產同埋佢哋嘅業務慢慢下放到落去下一代。嗱，如果傳承嘅下放到去下一代咧，其實最關鍵嗰樣嘢就係教育。國內嘅教育市場咧真係太卷，因為始終學生係比較多啲。但係香港嘅教育市場除咗優質之外嘅話咧，的而且確我哋都面臨咗學生不夠裏邊嘅情況。亦都因為咁樣嘅，好多企業主係希望，如果係想2代打開一個海外嘅市場，咁不如可唔可以係叫埋佢哋過嚟香港去讀書呢？香港亦都有個好優質嘅教育，一個咁細嘅城市，彈丸之地，全球8強嘅大學就已經有5間。咁港大甚至乎咧喺舊年開始咧就成為咗全國第1嘅高校。咁所以喺呢方面嘅情況嘅話咧，其實香港嘅家族辦公室咧可以提供一個更加之精準嘅一個服務方案俾國內嘅企業主。亦都因為咁樣嘅話咧，其實國內企業主好多都係想過嚟香港去同家族辦公室去聯絡。